溜滑梯不会太快，很安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游戏器材是我们成功里的里民，相对我们包含东区周遭住民一直以来的期待啦。那因为这附近很多小朋友都找不到溜滑梯，我经常被里民还有周遭住户在询问这边哪里有溜滑梯，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周遭的小朋友们多一个去处，休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游憩。就我们选择在我们都会公园，其实就在奇美博物馆旁边。那我们来设置一座符合这个整个奇美博物馆这种都会公园里面既带有绿意，然后带有一些我们说的艺术跟音乐的元素的一个特色公园。特色公园最重要的还是其实要符合这个使用者的需求啦，所以其实现在特色公园其实在整个设置的设计过程就很重要为了这个特色公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去厘清需求。那我们经由这样子的工作坊之后，然后我们才确认了这个整个特色公园的整个设计的方向，一个能够让孩子这个自然的生长，当然也要符合安全啦，那也符合一定程度共融的精神。那我们希望这个特色公园能够为整个台南都会公园，除了在这个奇美博物馆这个元素之外，再有一个新的符合亲子的然后让孩子在那边开怀且安全的游戏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都会公园已经落成蛮久了已经至少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在县市合并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尤其它距离奇美博物馆相当近，就在隔壁。所以如果奇美博物馆美轮美奂，我们的都会公园相形逊色那也不很好。所以呢，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环境优化，一方面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相得益彰，另外一方面也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这个休闲的环境，尤其对于儿童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的游具。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把这个场地，包括植草会做得更好包括那个绿化会做得更好，希望能够让提供市民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游憩休闲。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台湾美德徛出来活动，4日开始，将伫咧台南37区展开为期8天的车队宣传活动。伫出发前，圣乐台湾之友总会、台南市圣乐台湾之友会以及侪支持者，做伙来到手标天坛，向玉皇上帝唱响禀报这次活动的意义。恭贺愿祈玉皇大帝庇佑，美德同心，信赖同行。马拉松式不断电车队扫街活动顺利，提升信赖台湾意向于台南市37个行政区之媒体露出度，持续稳健强化台南团结一致挺台湾意识。一开始嘛是咱总会长因有规划，我感觉这个想法真好，咱台南应该第一个出来响应，尤其是要延续为从1月3号。到1月11號，12號5點半到7點半，咱的迄個副總統嘛等咱台南，辦一個大型的造勢，然後伊還佫會趕去新北，一個是伊成長的所在，一個是出事的所在，阮希望這個熱度會當一直維持，嘛希望講趁這個機會，互咱的鄉親會記得1月13日定下出來投票，來支持咱羅副總統，來當當選總統。聖樂台灣之友總會理事長劉國龍表示。透過活動，將台灣的力量集結起來，衝關賴清德甲蕭美琴的票數，甚至連立委甲政黨票嘛要過半。透過咱車隊的設計，會使大街小巷攏會使通過，互大家意識加講，
咱台湾的力量爱集结起来，尤其台南，咱一定爱超过73%的选票，就爱大家认真拍拼。赖清德、萧美琴这组一定会当选，可是咱一定爱甲票冲到上悬，互伊过半，甚至咱的政党票嘛是爱过半。啊，咱的所有的区域立委一定爱互伊全力打。活动7月0，台南市信赖台湾执会理事黄世豪强调，美德同心、信赖同行车队游行，象征的意义代表团结甲凝聚民主的力量。热情邀请民众携手共生，让台湾持续成为全球民主价值的坚定拥护者。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立法委员陈廷辉安南区新的服务处，虽然目前搁伫咧装潢的阶段。不过，陈廷辉上午嘛特别到新的服务处来开箱，向乡亲特别介绍未来的办公地点。除了表示对选民交代甲承诺，同时嘛，互大家知影，陈廷辉绝对是讲到做到，对着家己所讲的话来负责以外，同时嘛展现团队高效率甲决心。今天为什么有这个开箱的这个记者会哈？其实只是要跟大家说，陈廷飞的团队，我们是说到做到哈。当时候有人质疑说，我们好像是样品屋，我的这个服务处，我的这个竞选总部是样品屋。那我很感谢提醒了我们，因为我们是跟人家承租的哈，所以承租之后，既然有这样的提醒，我们马上了解。那既然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行政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把它能够合法。那合法的部分，在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交由地主来做处理哈。那其实我相信，如果不是政治化，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因为我在那边16年了，我讲我那球扫到红台尾了哈。立委陈廷辉表示，自2008年立委选战以来，虽然甲团队陪伴旧的服务处16档的工程有一寡唔甘，但这届因为扫到风台尾，为了维护当年办公环境的安全，伫安南区后援会会长郭福文的协助，嘛真紧就找到新的服务处位置。地点就位伫宜安路2段188号，也就是果菜市场的店面。因为还未完工，预计选举过后，伫农历年之前会来搬迁，同时庆祝。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位于台南市南区万年路的环保局清洁队是原里地区民众错过粪扫车服务时段的去处，因为安全的考量，门口会进行车辆管制。不过最近有民众就讲，过年了后就无要开放倒粪扫。我是希望说，如果真的顾虑到安全，我们就全部车子在外面，然后还登记车牌，看有一个推车，让我们用推的进来。真的有听到声音就说过年后不开放。甚至我那一天再到门口来了，礼拜6，他还是说今天放假期间，他真的让我再带回去。如果说你不让他丢的话，如果包括我们里长抓死猫死狗要丢的时候，难道也要限制我们进来吗？然后我们的死猫死狗要放到哪里去？所以我是希望说环保局能够通融。不止民众处理倒粪扫的困扰，里长也反映，因为常常临时要处理废弃物。若是拄到清洁队下班也是休困期间，就无法度等。为此，议员林美燕要求环保局到现场实地勘察沟通，鼓励安南区焚化炉对江边居民的机制，希望会当比较办理。未来如何去做好敦亲睦邻这个方案，一定要说清楚，卖互有咱的客户来到家里时阵被拒绝，或者说。假如说有时间性的限制的，我们还是一样，就始终如一啦。机车就是一定拢会当入来啦，大车就是麻烦你停在外口，用徒步行入来，完全一定都是这样子做下去啦。所以过年后嘛是拢同款。环保局强调，提供民众倒粪扫的措施并无改变，只是最近严格执行树叶废弃物的稽查，同时厂内有大型车处理非常危险。为了安全，部分管制也是会做。议员林美燕建议伫园区边仔提供1台粪扫车，也毋过因为基于安全和人力，也阁要再评估。台南新闻创怀采访报道。3、2、1，启动！
金色的脸搭配着灯光特效，非常气派。这是2024台湾灯会主题模型，到时阵将以22公尺的规格呈现伫灯会展区，合作两来台湾。主灯是由我们彭立珍彭老师，我们艺术家彭立珍彭老师所设计的。就它名称来讲，就是让所有观光客来让我们的灯会扬名国际主灯以台南市大天后宫头前的石条飞龙为创作灵感，也加入太阳能材料 EVA， 达到音效发电。台湾灯会今年是第35届，那这个有个特色这次是台南县市合并的第一次，也是我们观光署成立的第一次啊。拍开龙头，内面还有佚佗物仔拿出来，这是每一档予小朋友上期待的高压灯。这次变成会当拍又会当送的小笼包，相当高水。有这么让大家可以惊艳的，不管是小提灯或者是主灯，那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协助。今年的台湾灯会有安平高铁2大灯区，拄好台南建成400，传统的盐水风炮以及3档1摆国际蓝灯，一连串的活动，台南全部包办。看完灯会之后，晚上才会冲炮城。那这已经是非常刺激好玩的事情。第二天睡到晚，白天起来再去看兰花，所以一动一静，能文能武都可以来。市长黄伟提强调，今年灯会精彩程度袂输去年伫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同时国内外旅客人数有希望会当再创高峰。台南市苗硕怀采访报道。农历11月27是普安祖师圣诞，本原寮调云宫成立4年举办千岁宴。邀请华山金会长期照顾百外位长辈吃平安，也希望长辈伫普安祖岁保庇之下，会当身体健康。关怀独居老人，这是阮大庙应该要做的工作。因为阮庙方来做的拢是10方财，所以爱10方用。团圆的餐会真的非常的温馨那也希望说我们社会大众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华山基金会，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华山基金会正发起爱老人爱团圆公益行动，伫大台南地区有鼓募一条2600份的年菜，要来送予60岁长辈，但目前只募到3成左右。基金会也希望有爱心有能力的人会当热心参与。因为目前我们即将在年节前送出2600份的年菜，但是目前仅募得3成，所以想要邀请就是各界能够一同响应爱心年菜的活动。那爱心专线06-252-0940。餐会现场嘛有安排爱心义诊、推拿抓铃、甲鸟会等服务，要互参与活动的长辈，除了会当吃到澎湃饭菜，嘛会当将身体顾好。同时，嘛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70岁黄先生，因为退休以后真少出门，加上困眠加饮食混乱，造成血糖、血压，就算增加药物嘛愈来愈歹控制。因此，透过基美病院老年医学科的门诊，调整整个生活的形态，才渐渐降低慢性病的风险。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用药整合的时候，那有些人把他以前看了3、4颗，然后吃了10几、20种药带来给我整合。那我假设我今天都不加考虑，把这些药都全部开在一起，那就会变成说这个病人的药他要吃到10几、20种，对他也没有帮助。这个不是他来的目的啊，他来的目的是希望说我可以把他药减下来。但事实上，我直接如果把他的药减下来，那就会造成他某个指数就会变高。比如说我减血糖药，那血糖想当然就会变高。所以我必须找一些方式来去取代它本来药物的作用。那其实改变生活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血糖高的这些人，那我要建议说他饮食上面要做更动，那我要建议说他要去做运动，那这些事情就可以降低他的血糖，我就可以不用开这么多药。所以药物整合跟生活形态的介入，那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基美病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蔡江婷表示，在全球每年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超过4000万人，这些病症拢是甲基因、生理、环境、加行为的因素长期累积造成。因此，透过生活形态的调整，包括饮食、运动、睡眠、压力的管理、避免危害物质、烟甲酒等，以及正向的社会连接等6大面向的概念，
确实会用有效来改善慢性病的症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27届冰松 Piara 国际钢琴大赛已有20年的历史。日前就读中和区寿山国小的林希成及林希平兄弟俩，在家长的用心规划下，获得 Junior B 组首奖的阿波罗奖。兄弟合作的4手联弹也同样获得组别的阿波罗奖殊荣。这一次非常幸运哦，得到日本比赛，然后拿到了一个阿波罗奖，无论是4手联弹或者是独奏哦，都得到了阿波罗奖。那这一次在台湾的选拔呢，其实是我们的钢琴老师周永乐老师鼓励我们报名，想说两兄弟呢有这个机会呢，经过舞台的历练，好好的准备比赛。那藉由这个过程呢，也可以有很多的历练跟进步。那没想到就这么幸运晋级日本的总决赛。那到了日本以后呢，看了各国的好手们啊，真的是很大的冲击哈。无论是对小孩来说，还是对我们家长来讲，都觉得哇，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家长跟孩子们那么努力哦，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自己要再更加油一点。练琴不只需要融会贯通，沉浸在音乐的世界，自我的要求、定期定时的练习也非常重要。比赛前夕，家长黄立池也到日本为孩子们找好练琴室，打点好练琴时段，让孩子站在舞台前，不用担心到异地比赛的各种影响。他们钢琴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就是他们去日本比赛的时候，刚好老师去意大利带学生去意大利一个钢琴的音乐节，可是老师。据我所了解，就是这位周永乐老师，他除了就是在他们比赛期间会视讯帮他们上课，好像还有另外在聘请一个算是钢琴的大师，好像李云阳钢琴家哈，也是好像最后是到他们家还帮他们指导他们这个钢琴4手联弹的部分。那最感谢的其实也是我们的钢琴老师啊，因为当时他人在意大利带音乐营，还要继续指导我们。那音乐班这边也给我们很大的协助啊，无论是平常的课程帮他们垫底呀，把他们的基础打得很好，以及后续我们回来之后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关心跟支持，真的很谢谢学校这边给我们的支持，还有给我们的资源。林希成和林希平两兄弟赴日获奖，黄立慈除了表达对各个指导老师的感谢外，对于秀山国小音乐班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能将孩子交给学校，是他最幸福的选择。记者苏建明新北采访报道。一栋栋的社会住宅在高雄市举行开工典礼。近3年来，高雄市总共新增加动工的社会住宅就有17处，新建中的户数增加8618户，绝标待开工的户数增加到6518户，在数量或增加率都是高居6都之冠。我们也在市府，我们成立这个社宅推动的平台啊，那由林副市长他来亲自主持啊，那然后再来协助国家住路中心，他在一些行政程序上，包括这个建造啦，或者说一些都审啊方面啊，或者土地取得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就透过行政资源来给予最大的协助。虽然高雄市的社会住宅新建案量大爆发，但实际营运中的社会住宅却不多。原因是高雄市的社宅起步较晚，但目前的户数已经从109年的6000户提高到目前的18000户，而且加计规划中的户数，社会住宅存量上看到19000多户。目前就是包括已经完成的新建中的或者已经决标准备要开工的，那以及现在在备标以及这个后续在规划当中的，那加起来我们预计已经有可以达到19882户。而凯旋新树是高雄市第一栋新建完工启用的社会住宅，住户都已经完成入住，有零星退租的户数会以候补方式递补，而下一栋开放招租的社会住宅预计在114年完工启用。左营重视安居是1594户事实上是规模是很大。那所以它需要的工期会比较长一点，但是有一些虽然比较中小型的，可能它的这个速度会比较快。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它这个整个工程推进的进度啦。
而针对社会住宅招租对象，除了一般户有自用住宅和所得的限制之外，40%的关怀户中育有未成年子女的人数则有放宽。3名以上的未成年子女，他就属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弱势。其实他就可以来就是说申请我们所保留的这个弱势户的这个部分现在修法把它这往下修到是2名。在中央和地方合作之下，高雄市的社会住宅大爆发，虽然起步较晚，但后继有力，进度急起直追。再过2-3年，社会住宅陆续完工启用，有居住需求的民众就可以享用社宅的成果。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昏黄的灯光和浓郁的咖啡香包裹着饱满的音符。高雄新乐街上这间80多年的老屋所改建的咖啡厅，正在举办着一场音乐的飨宴。然后用建材做音响，制造跟贩售。咖啡厅的老板将空间活化，加入大量艺术元素，让客人来到这边，不只有专家好咖啡喝，还有专门保留给艺术家展示的墙面可以欣赏。因为我觉得咖啡厅就是除了咖啡以外，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有很多生活里面的东西、美学的东西加在里面。就我觉得音乐啊，然后展览艺术这东西，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东西。音乐的话是我们这几个月做比较多的事情，之后可能会有比较公开招募大家来投稿。除了视觉和味觉的享受，听觉的艺术也透过厂牌合作在空间内呈现。咖啡厅定期举办展览，例如难得一见的音响导聆会，透过专业讲师教导大家赏析录音室专业音响的门道。这个喇叭是 JBL 的录音室监听喇叭，那我们透过就是去了解说录音室他们在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我们透过不同的音乐表演者去展现说我们想象中录音室或是很准确的音质比较精准，然后比较直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因为每个人听起来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去让大家主观感受。多种艺术形式能有这个空间展现，仰赖于青年创业计划。老板原先也只是在咖啡馆打工，热爱咖啡文化的青年，如今透过青创补助，得以一展抱负。如果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话，要重新就是开一家店的那个启动资金，就需要可能一笔钱嘛，100-200万以上。对啊，我觉得以一般人来说，还是一个蛮大一笔钱，所以还是需要再一笔启动的钱。那我觉得青创这个东西帮助蛮大，就是对于重启一个事业或是新创一个事业的那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都蛮有帮助的。80年老屋因为青年的梦想、艺术与咖啡的交织而注入新的生机，来来往往的人气，不论是品尝咖啡或是听听好音乐，都让多年的新乐街老屋重现往年风华。记者潘志光、林凡飞高雄报道。走进这栋办公大楼，中庭有一棵100年的芒果树，树形高大，爬到3楼顶就可以摸到枝叶。今年一样开花结果，员工在办公室里可以一边办公一边享受采果乐。就是会看到很多黄色的，它花朵是黄色的，然后就是整个就会觉得很漂亮。你说那个果实嘛，对还蛮大颗的。他们就会认养，就是把它包起来，然后上面签名这样子，就是认养。对，还蛮有趣的。今年的那个芒果树的种子掉下去，大概冒出很多小颗的，这样就是一直延绵下去这样。因为我们进来刚好就是在2-3月份左右，所以它的开花跟结果这一段，目前我们是经历过了。然后后来我们在持续观测啦，包括我们现在有做一个现场的微气候的观测，要回馈给到当初的设计是不是有落差，这在检讨，所以我们还会持续观测下去，这样子。这一棵芒果树被建筑物包围，阳光、空气、水完全不受影响，是因为董事长在盖这一栋大楼时，就请建筑师将大楼设计的通透一点，让风和阳光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入建筑物里和芒果树相遇。打地基时也特别以透地雷达保护树根不受伤害。另外，它的树根的部分呢，我们请那个成大的教授去做一个透地雷达，把它的树根的分布呢，都把它扫描出来。然后再去做设计，因为我们不想伤害它是真正的地主啦，不想打扰到它，所以这是我们对这棵树把它融入环境的一个爱护的一个作为，这样子。有了芒果树的树荫，还有声回廊的遮阴效果，在办公室办公时，除非室内温度高到28度，其实是可以不用开冷气，只开窗就很舒服。即使开了冷气，用的电也是屋顶的太阳光电发的电，而且还有多余的电可以供社区使用。夏天的时候，就是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一样是门窗会全部打开通风一下。那到气温如果说真的比较热，28度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开冷气，但是就只
在大办公室这一边，那其他的空间一样都是开窗这样。28、27都是还没有到开开冷气的阶段的话，就是开一下电风扇，就是还会通风，就是还是不错的。台湾发电我们目前是发电有余啦，所以我们现在在构思可能会在我们的退缩地做一个充电桩，将这些多余的电来回馈给社区做使用。另外，整栋建筑物还有一个特别的巧思，就是运用回廊的回旋效果，让雨水顺着回廊旁的内天沟流到芒果树下，变成浇灌水；外天沟也可以收集到雨水再利用，将大自然的资源做充分利用。外天沟的部分呢，它是把水收集到我们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雨水回收池做浇灌用，这是我们对水资源的一个再利用的一个作为。建筑基地里有一棵树，通常会移到旁边，让基地面积做极大化的利用。但这一栋办公大楼舍弃坪效，以考量树和人共存的方式，让树和建筑物融为一体，享受自然也保护自然。记者王仲凯、雷长邦高雄报道。